第14届中意创新合作周于11月13号在北京开幕，分别在上海和三亚两地举办中意创新合作主题日活动。中意创新周自2010年举办以来，影响力不断扩大，日益成为中国同欧洲国家之间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品牌科技活动，有效促进了两国企业、研究院所和高校之间的创新资源对接与务实合作。在本次三亚主题日签约仪式上，海南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与那不勒斯费德里克20大学电气工程与信息技术系 Prisma 实验室进行了国际科技合作签约。签署的合作协议主要是用于科研交流的，来意大利开展1个学期或1年的活动。同样，我们的学生也可以进行类似的交流活动。我看到海南这里有非常大的机会，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个好机会，一个有利于创造新知识的良好环境，可能有利于初创企业进行技术成果转化。这里的企业很多，我看到政府给予了很多帮助。目前，海南拥有国家级、省部级国际合作平台56个，来琼就业创业外国专家数量年均增长20%，3000余名海外留学生在琼学习深造。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种业科技、深海科技重镇，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冰冻世界海洋宜居性国际大科学计划从这里发起，探索3号、奋斗者号的一批国之重器从这里起航，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和青年学者长期在这里耕耘，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注入了澎湃动能。在活动演讲环节，来自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科技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种业深海、人工智能、高空飞行机器人等内容进行深入分享，旨在通过探讨交流，进一步寻求新的合作机会。海南在蓝色未来和深海智能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全国最完整的深海科研体系和最开放的自贸港政策，能把科研、测试和应用真正连在一起。意大利在海洋机器人、传感和材料方面很强，我们在深海装备和应用场景上有优势，合作非常互补。封关以后的话，海南的开放反而会更高，我们完全可以在联合研发、人才交流和真实海事这些方面，把双方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现实。